我係陳博志，漁農界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漁農界選委嘅總召集人。好希望能夠除咗將業界嘅聲音帶到入去議會之外，更加希望能夠讓科技賦能，幫到我哋傳統嘅智慧能夠可以傳承落嚟，讓整個業界嘅升級轉型，跨界別一齊合作，讓我哋嘅界別裏邊更多嘅新血加入。哇，陳議員，你今日帶我嚟呢度係邊度嚟㗎？呢度係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啊！好多市民喺24年嘅時候其實已經開始嚟㗎啦，寄嚟觀鳥啦，又可以同我哋啲農戶有一啲互動，見到你親自嘅耕作，以及有啲作物甚至乎係比賽拎獎去展覽添㗎。Hello 娣姐 ，Hello。點啊？上次個展覽好嘢啊！嗰個展覽好正喎。係喎。多謝。係啊。繼續努力啊！係啊，我嚟緊我哋個品牌我哋更加要做得好啲，一齊努力。係一齊努力。未來你喺議會當中其實你會特別關注邊啲嘅議題？最重要我哋係要走入一個高增值嘅路。例如以往我哋嘅種植就係可能就係一啲作物啦，或者係我哋喺豬雞羽菜花或者係捕撈養殖。以往都係一啲個體戶啦，單打獨鬥式嘅。將來就會係更集約化，亦都有科技嘅賦能。更加就係透過唔同嘅科技嘅支援可以讓到我哋嘅農戶同埋漁戶能夠可以提高呢個新質嘅生產力。更加亦都有推政府嘅一個品牌化嘅一個合作讓我哋本地嘅漁農產品有一個認證，呢個更安全、更低碳、更能夠讓市民知道。提出過山水助力經濟增長其實具體係指啲乜嘢呢？喺環境嘅保育以及作業其實可以一個共贏嘅。我哋好希望透過業界同埋環境保護以及大家能夠享受生活一體化去做。其實喺我哋嘅農產品、漁產品，透過我哋呢個既愛惜大自然，但係同時間亦都能夠製造咗一個經濟嘅價值，不單止惠及我哋嘅漁戶啦，不單止惠及我哋嘅一個養殖戶以及一啲農戶之外其實亦都能夠讓市民都能夠享受到呢個大自然。呢個正係讓就係包括經濟同環境都能夠相輔相成。香港我哋需要再出發科研點樣融入業界嘅發展就嚟得好重要啦。我哋透過好多嘅社交媒體啦，透過同內地嘅好多嘅啲合作啦，甚至乎國際嘅一啲嘅宣傳啦。以往我哋嘅做法淨係做研究，咁以及做完研究就未能夠去到市場當中。但係如果有研究到落去市場，到產品，到發展，到有認證，香港呢個係一個高價值以及係一個信心嘅品牌。